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这个月因为是鬼月，所以咱这摆要来介绍一寡甲鬼有关联的事。不过这个事不是真正在讲鬼，是在讲人哦。娃娃 TV。不输鬼就是用来形容迄种看到查某就爱讲喜人的查甫人，亲像迄种爱甲人摸脸摸尻川的人，这种人咱就会人讲你这个不输鬼。其实不输鬼嘛会当用来讲人袂见笑，亲像查甫人去喜人查某囡仔，咱就会人讲你哪会遮不输鬼。垃圾鬼、歹过鬼就是用来形容迄种无爱清气、歹过垃圾的人，亲像一个人放尿无洗手，也是爱乌鼻屎来食，咱就会人讲你这个歹过鬼，就是你这个垃圾鬼。妖鬼就是用来形容迄种足爱食物件、足塞食的人。亲像我细汉的时阵，阮阿母也咧灶骹煮饭，我就爬去桌仔顶用手捏菜来食。阮阿母就会讲：“你这个妖鬼！”妖鬼就是用来形容迄种足爱跋筊的人，亲像阮阿嬷拢会爱买乐透，有时阵伊会叫阮要转去的时阵，顺便去甲买一张啊，阮就会笑讲伊是妖鬼。酒鬼就是用来形容迄种足爱啉酒的人，亲像我就足爱啉酒的。逐摆阮小妹看到我咧啉酒，伊就会讲我是酒鬼。其实我也袂到酒鬼的迄种程度啦，我只是有时阵会啉2杯啊。真正的酒鬼应该是爱逐工啉足济的啦。冒壁鬼就是用来形容迄种常常出现惊人一条的人。亲像有时阵会知影阮阿母伫灶骹煮物件，毋知影是灶骹收吵，也是伊收认真，非得伊就是无听到我过来的声音，伊就定定拢会去互我惊着，伊就拢会讲，啊无你是冒壁鬼呢啦，哪会惊拢无声音的？双面刀鬼就是用来形容迄种日常一直变来变去的人，亲像一个人当你的面讲一款话，当另外一个人的面佫讲另外一款话。这种人就是双面刀鬼。好，安尼大家拢学会晓啊吼，咱再来复习一摆哦。足猪哥行女色，就爱昏迷的人是不输鬼，不输鬼。足歹过无爱清气的人是垃圾鬼，歹过鬼，垃圾鬼，歹过鬼。足爱食，看到啥物拢想要食的人是妖鬼，妖鬼。足爱跋筊的人是娇鬼，娇鬼；足爱啉酒的人是酒鬼，酒鬼；常常出现甲人惊着的人是冒壁鬼，冒壁鬼；日常一直变来变去，看无共人讲无共话的人是双面刀鬼，双面刀鬼。好，即摆大家拢学会晓啊吼，希望大家拢莫变做遮个鬼，嘛袂去拄着遮个鬼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的影片就到遮，若想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来买一把起赞加分享出去，也别订阅观众朋友嘛，别即摆直接订阅的，可不现在都爱看的叔叔先啊通知哦。另外嘛，袂记 Lisa 的会员这都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 Lisa 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follow起一个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